你有冇試過半夜瞓唔着，望住天花板，問自己我究竟為咩而活？你有冇試過做咗好多嘢，得到咗好多嘢，但係硬係覺得爭緊啲嘢，覺得一切好似冇乜意義喎？你有冇試過成日追趕未來，但係從來冇停低落嚟，真正咁活喺當下？如果你有過呢啲感覺，恭喜你，你唔係黐線，你只係開始思考人生最基本嘅問題。今日我哋就用納瓦爾寶典第5章拆解3個終極哲學問題：生命嘅意義係咩？點樣按照自己嘅價值觀生活？點解當下係我哋唯一擁有嘅嘢？好，第5章叫做哲學。納瓦爾喺呢一章討論嘅唔係離地嘅抽象理論，而係同你每日生活息息相關嘅根本問題。佢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好大嘅問題：生命嘅意義同目的係咩啊？然後佢自己俾咗3個答案。第一個答案：生命嘅意義係一個私人問題。納瓦爾話每個人都必須自己找到自己生命嘅意義，其他人俾你嘅任何智慧聽起上嚟都好似廢話。所以重要嘅唔係答案，而係問題本身。你要坐低深入思考，努力探究呢個問題，尋找人生嘅意義，可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。但一旦你擁有自己滿意嘅答案，呢個答案就會成為你生活嘅根基。即係話唔好指意有人可以話你知你嘅生命意義係咩？呢樣嘢只有你自己可以決定。第二個答案：生命冇意義。納瓦爾第二個答案可能會令你覺得有啲灰。佢話生命沒有意義，生活沒有目的。佢話人生如水上寫字，宇宙已經存在咗100億年，未來可能會繼續存在700億年。同宇宙嘅歷史相比，你嘅生命相當於唔存在。你做嘅任何事都會煙消雲散，你存在嘅一切痕跡都無處可尋。人類終將滅亡，地球都會蕩然無存。無論你係藝術家、詩人、征服者，還是平民，幾代人之後都唔會有人記得你。納瓦爾話：總之，生命沒有任何意義。你可能會問話：咁我努力嚟做咩？納瓦爾嘅回答係：就係因為冇意義，你先要自己創造意義。你必須想清楚，你係為咗自我實現而做嘢。你對某樣嘢嘅渴望係因為其本身，定係因為其他原因？所有呢啲都係你自己編造出嚟嘅意義。納瓦爾唔相信永恆嘅來世，佢話僅僅因為喺呢個星球上生活咗70年，你就能獲得永恆嘅來世。我覺得呢個說法毫無依據，荒謬至極。佢問你還記得自己嘅前世嗎？唔記得啦，來世都一樣。喺你出世之前呢，個世界上並唔存在一個你。你唔關心任何事、任何人，包括你所愛嘅人，包括你自己。喺你死後，呢個世界上嘅你就消失咗，呢啲嘢亦唔會被人在乎。第3個答案：你嘅存在正在推動宇宙加速，達到熱值。納瓦爾第3個答案有啲複雜，但好有趣。根據熱力學第2定律，隨着時間推移，宇宙中嘅無序狀態只會增加，而人類或者人類文明可以視為一個系統。呢個系統係喺局部減少無序，即係局部生減。納瓦爾話：創作藝術、研究數學、組建家庭、發明計算機、創建文明，所有呢啲更複雜嘅系統都係在推動宇宙加速，達到熱值。換句話講，你所做嘅一切都係喺度將我哋推向萬物一體嘅終極境界。呢個答案可能唔會令你覺得滿足，但納瓦爾認為呢個係從科學角度拼湊出嚟嘅其中一個理論，按照自己嘅價值觀生活。講完生命嘅意義，納瓦爾轉向一個更實用嘅問題：點樣按照自己嘅價值觀生活？佢分享自己幾個核心價值觀。第一，誠實。納瓦爾話佢講嘅誠實係指做真實嘅自己。佢唔想喺一個要字斟句酌嘅環境入面，亦唔想同要佢猜度心意嘅人相處。如果心裏一套，嘴上一套，佢嘅大腦就需要多個線程同時處理信息，咁佢就無法活在當下。佢話在對別人撒謊之前，你必須先對自己撒謊。第二，唔贊成任何短期思維或短期交易。納瓦爾話生活中所有嘅回報，無論係財富、人際關係、愛情、健康，都來自複利。佢只會選擇值得一輩子深交嘅夥伴，同能獲得長期回報嘅事情。第三，唔接受等級關係。納瓦爾唔想高於任何人，亦唔想低於任何人。如果佢同別人唔可以好似同級咁對待彼此，佢就唔想同佢哋交往。第四，憤怒係毫無意義嘅。納瓦爾話後生嘅時候，佢認為憤怒係好事，係男子漢氣概嘅象徵。但而家佢認同佛教嘅說法，執怒就像握了一把要拋向他人的熱煤炭，
被燙傷的人反而係你。佢唔想生氣，亦唔想同憤怒嘅人喺一齊。佢將憤怒嘅人從自己嘅生活中剔除。納瓦爾仲引用查理芒格嘅名言：若要找到一位優秀的伴侶，首先你先要成為一位優秀的伴侶。佢話佢同太太之所以可以喺一齊，係因為太太見到佢嘅價值觀，佢好慶幸自己喺當時已經擁有呢套價值觀，否則佢就配唔上佢太太。納瓦爾將自己嘅生活哲學體系稱為理性佛教，理性部分意味住佢必須接受科學同進化論，拒絕所有無法親自驗證嘅理念，例如冥想有好處嗎？有釐清思緒係好事嗎？係呢啲佢都親自驗證過。但佢唔能夠接受前世的業果，今生來償還呢類說法，因為佢冇見過前世，亦唔記得任何前世。另一方面，佢確定進化論係真嘅，進化賦予人類嘅使命係成為生存同繁殖機器，人類產生咗自我意識，於是直立行走，製造工具，採取行動。對納瓦爾嚟講，理性佛教意味住理解佛教所倡導嘅內在修行，以此讓自己變得更快樂、更富有、更能活在當下、更能控制自己嘅情緒，成為一個更好嘅人。佢話：我不會因為一個高深的概念被寫進書裏就覺得它是對的，要勇於嘗試、親自驗證，始終保持懷疑精神。佢認為進化論同佛教可以相輔相成、互為補充。第5章最後，納瓦爾講到一個最深刻嘅主題：當下。佢話：除了當下，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沒有人能夠回到過去，也沒有人能夠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成功地預測未來。唯一存在的就是現在，就是你存在於這個時刻和在宇宙空間裏的這個位置。佢話你每時每刻都在死亡和重生，是遺忘還是牢記，取決於你自己。去引用荷馬伊利亞特嘅一句話：只因在劫難逃，萬物更顯美好。你永遠不會比此刻更美，我們也永遠不會重回此地。納瓦爾話：我甚至不記得2分鐘前我說了什麼，過去最多只是我腦海中一些虛幻的記憶片段。在我看來，我的過去早已死去，消失不見。死亡唯一的真正含義就是不再有未來的時刻。呢句說話好重，但亦好真實。納瓦爾最後用一句話總結：靈感本易逝，行動應當時。即係話靈感好易消失。當你有一個想法、一個衝動、一個想做嘅事，就喺呢刻行動，唔好等，唔好拖延，因為當下係你唯一擁有嘅嘢。好，我哋快速總結下今日嘅重點。第一，生命嘅意義有3個答案，係一個要你自己有嘅私人問題。生命本身冇意義，你要自己創造意義。你嘅存在正在推動宇宙加速，達到熱值。第二，按照自己嘅價值觀生活，做人要誠實，要長期思維，和其他人有評級關係，唔好憤怒。第三，理性佛教，接受科學同進化論，同時透過內在修行，讓自己變得更好。第四，我哋唯一擁有嘅當下，過去已死去，未來未到來，此時此地係你擁有嘅一切。今日我邀請你做3個行動。第一，問自己我嘅核心價值觀係咩？寫低3樣你絕對唔會妥協嘅嘢，然後問我而家嘅生活有冇跟隨呢啲價值觀。第二，今日一個5分鐘嘅空檔，乜都唔好做，淨係專注喺當下嘅呼吸同身體感覺。當念頭出現，唔好批判，將注意力拉返嚟，體會一下活在當下係咩感覺。第三，如果你成日追悔過去或者擔憂未來，試下問自己，呢個念頭對我有幫助嗎？佢係咪令我更快樂？如果唔係，就放低佢。納瓦爾話：一顆平靜的心，一個健康的身體，一個充滿愛的家，這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，必須通過努力才能獲得。而呢啲努力全部都係發生喺當下。希望你都可以由今日開始活喺當下，活出自己嘅價值觀。如果你鍾意呢集，記得留言、分享、訂閱。我哋下集再傾，拜拜。